故事里只会流到给别。来做天台节目的时间内是从不用给的讲。呀，他做的不用得有蛮多呀。做的。我刚想说你应该是不缺这个钱的吧？以得过金曲奖嘅行业总是奖，哎呦，含得过金钟奖嘅类型音乐节目奖。有双金哦。坦坦嘅有所谓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向下來，大家好，我係馮姑哈。而家主打大家好。而家要嚟到療效局個做嘅報名證嘛，你送嘛嘅？那個剛剛沒有跟到鼓手老師的牌子。哎呀，你是專業歌手，金曲歌后哎，你竟然沒有跟到老師的牌子？我是爵士掛的啊，我會聽過 tempo 的呀。哦，哇，亂講哎。哦，是這樣子哈。哎，怎麼樣？是不是老師對嘛？吼，好了，好了，好了，係啊，V 面站目前已經呢度兩關咧，李彥峰繼續加油啊！恭喜哈！哎，係啊，今日可能有來啲新嘅參賽朋友啦，冇錯，歡迎佢。我哋聊下咧，我哋介紹下啲金牌嘅評審先生啊。好，歡迎葉家秀先生、劉少奇先生、馮依雲先生、陳美儀先生。好了，有請 TV 參賽朋友。TV 係新竹市嘅朋友了，7連發帶來往哪邊黃平。哎，好上癮哦，來看看啊。歡迎。练翻吼，感觉好像匕首致敬哦。哎呀，莲花，哎，你好，阿弥陀佛，对，青后上呢，感觉很年轻哦，有点像那个秋苏的那种感觉。有一些，有一些嘞。对对对，对啊。你知道秋苏是谁吗？不知道。你今年几岁啊？19岁。
哦19岁哦。因为我上过我的参加啊这节目啊，嘿，因为小时候看过一个表哥来电视比赛，表哥，你表哥的表哥是谁？是谁？徐冠中，徐徐冠中。冠中。哦哦，这个主持20年的主持人知道吗？名字听过，名字听过，是徐听过，冠听过，中听过，但是徐冠中合在一起没什么印象。一般认真的制作单位，他们就会把那个去找照片资料，找出来然后把那个照片然后秀在旁边。哦，认真的制作单位。认真的啊，如果有没有秀，如果没秀的话，表示我们这个制作单位不够。对，他可能等下直接这段帮你剪掉，没有这件事情发生过这样。哦，所以你表哥的参加过，对唔是想我立志我要来参加。表哥久以前来参加呀对，10年前， 10 ，10年前，年前。然后也是比这首歌，哦，Q 一条狗哎，黑毛。表哥不会是因为这首歌回家的吧？不知道，不知道。没有知道。对，我觉得比较唐突的这种，特别啦，应该要几天。就是19岁，现车一条。英国有些年岁狗哎哦，你比较少听客家新的音乐是不是？还行哎。都是听表哥唱的，就是在电视。你这个表哥对你影响这么深？没有，是因为长辈都在讲，就对他很夸奖，所以我也想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哦，不能输他，对不对？所以表哥平常有霸凌你，对不对？没有，其实很少讲话。哦，但你默默的把它当成一个假想敌，就希望表现被我天统计汹涌暗后一个目标，然后可以在家族里面让长辈以他为荣这样子。哎，有没有亲后？我们来听听专业老师讲评一下哈，这样叶老师。连发，你的副卡，你副卡是讲海陆的讲时间？海陆哦，对，我唐，但是视线也听得懂啊，也可以吧？没唐的是，因为这个歌听起来就是海陆的歌啦，因为海陆的歌不多，没模糊下哦，我刚点哦，还是想我让你讲哦，真的要帮你加油一下，你的参加真的就一个很棒的那个开始哦，你要将19岁的嘛，所以我希望你多练习，你不用我可以感觉到你其实能够唱得更好，实在讲，几个上千好，黑啊，又干净，而且有厚度，歌音、大音都很棒，对，而且有厚度。不过其实中国就挺奇怪，其实大概被表哥常常把他霸凌的样子。你中国做，中年最头来，然后自信，还是歌词在地板，对，唔怕啦，还是讲嘴巴都没打开，对呀，对啊，亲大宋了，他就其实所有的一切，如果他像燕峰那么臭屁的话，臭屁，他马上就把燕峰又打成燕峰又到处跑。燕峰是有实力，他不是臭屁，他是有自信。哪个技师讲，哪一种？因为燕峰他真的是很有自信，往那个方向走，然后讲你韩白慢慢的进步哦，因为我还是跟我讲，我瞄了一下，好像旁边的老师都觉得跟我的想法一样，觉得还不错哦，这个小女生虽然有点害羞，但是本质不错，所以今天应该可造之才。分数应该还不错，搞不好有人突扯你就留下来。哎呦，有人突扯我先回家了。没有，亲男共哦。对呀，对，亲男共哦，因为景辉就是已经超过一般的标准的那个分数给你了哈，所以希望你从现在开始要有信心一点，等下筹点空嘎，你们要注意看每一个来参加的朋友，对，因为他们都是经过至少洗礼了一番，对，经过洗礼过，你看看人家经过洗礼后的表现，你好点的然后学好了以后，你可以继续表演。如果能够留下来的话，我希望下次能够再看到你，好不好？好，加油！好，谢谢，来，好，先空给。我们来有自信的看分数喽，欢迎他起点法给分数。有些分数没有到最好了，
是。但是就是如果万一有人脱贼，你就有机会留下来。真的，19岁这个是注入新的生命啊。对啊，很轻松怎么样啊，懂我啊。好得有成果的，没重新。愿意后场也愿意把心思地安尼客家要部分，真的要懂感通的一件事情，懂难得。了解就更多嘞。对呀对呀。哎呀，大部分唔得有后场的。OK， 就靠你们喽。好 ，OK， 好，加油加油。学新歌，好。什么连发？王子 C。好奇特哦，打扮成这么韩系哈。他很韩系。对啊，他竟然学的歌就，没有可能嘿，就是表哥唱这首歌让他印象很深刻。很深刻哈，特别深刻啊。是，希望你能够超越你表哥，好吧？好，好嘞，沙哈喽，沙喽，嘿，古球亭带来嘢讲讲。来，弹个啦。各位听众先生好，两位主持人好。哦，一條歌咩啲人咧節目當中特別參加比賽，有輕易嘅歌誒。哦，我唔是看過佢呢，我以為條歌嘅清風沒救咧吧？哦，我咩唔是看過啊？真係，唔出冇看過，我有看過啦，對。冇啊，你主持了節目按叫我上，冇聽說有來打過歌呀？有，遠嫁紐西蘭了。哦，真的哦，一個很無聊的一個，不是很漂亮。對啊，明明講金獎嘅地方。金獎哦，紐西蘭真的很漂亮。你用貼片線兩條歌誒。我哋跳舞班嚟同學啊，嗬，喺國家獎嗰度全部會看呢一個節目。哦，哎呦，真的，準時收看了。哇，對，就是因為有你們，這個節目才一直可以持續下去。真的嘞，所以佢哋會提供嘅歌單。提供佢哋上去彈嘅歌誒，係咪還唔錯？這也是其中之一，朱超哎。哎呦，他還可以隔空點歌哎。哦呦，那你們歌唱班的這一些朋友們都蠻年輕的啊。沒有，那個是我們因為喺度跳舞班學狗嘛，跳舞班嚟學狗嘅家長對哈，啲成員呢未同我哋學狗啊。哦，那學生也會講說啊，老師來唱這首歌這樣子。哦，不會後堂。對，萬一他們提供的不適合你們用班。所以就像上次這樣死得很慘。
你是说唱我的歌吗？给记得很冲的哦，也是，也是哦。人家学校的时候，全部动年轻啊，真的哦。你的歌都学校没动流行啊。对啊，我每个学校都记啊。对啊。没啦，根本社会人，我养他去给他标。对啊。对啊，所以也要看啊，要看啊。啊，也是挑战自己，挑战自己，对。但是有点危险，不是？不会啊，金美妍还吃了冲得清，还不错啊，很有味道。要条歌们，简简单单哈，简简单单，就是要味道唱歌。人家讲录音，给他讲故事，哎呀，哦，各种时间的流动那种感觉。吃了2条狗味清后糖，后糖，来，冲太了，冲太了，来抢蛤蟆老师，好，线上好，好，秋婷好，经过了东多拜一个比赛啊哈，累积了共同的很多的实力哈。今天现在那个你讲了说过的。其实有优点也有缺点呐。优点就是说，吉姆一唱的比较保守，他保守了哈。所以，但是这个音乐公公这种律动点哈，跟吉姆大叔国外的律动点唱的不太对，有一点拖啊，有点拖的原因是自己压抑啦。但是对你炫耀出国外对你来讲哈，算是一种突破，算是一种突破。你在这个在中频以上的嗓音等候堂。那我还有个在建议，就讲咬字拍子吼都不错，但是律动点不对的。最后一个建议就讲，在坐在那个舞台上面哦，已经有经验嘛哈，不，你讲压抑的唱法就讲吼不敢放，但是你敢放的话，今夜成绩会喊他好，好，继续努力，谢谢。哦，好，谢谢，谢谢，欢迎下本书，好，欢迎下顾秋婷嘅本书。哟。对你求好心切，新书文的亲狗，对，好，加油，好，谢谢你，谢谢，多休息，自我突破了哈，没错，好了，杀下来，杀了陈玉贤带来杂茶水妹，好嘞，讲了，来做天台节目嘅時間咧是從標記嘅講，哦，真係。牛標嗌講嘅。有啊。哦，牛本嗌穿60 K 哦。哎，走。謝謝。好，你下做咧標到嗌講呀。好，做的啦。芭蕾。好。我剛想說你應該是不缺這個錢的吧？
哎呀，妈咪做妈以后，你的歌路曲变了。哎呦，哎呀，这时候一条歌对你来讲应该也是比较传统的。他传统的流行歌哎哈。哦，对呀。想说要突破一下自己。哦，你也要突破自己。对。唱点传统的歌曲。没黑后堂啊。后堂啊，哎。其中有几家嘅米。所以新的跟这种传统的你都可以驾驭哦。系啊。你阿伯歌做了有冇冇強樣感覺冇？因為我比賽都一下中間讀到咁多事情。哦。例如說結婚、公子都有。疫情。疫情，還有轉去做目標嘅條路。就一連串的事情，想講看做得改變一下自己，韓國有。個挑戰自己。係挑戰自己，創歌創出來，敢有迄個感覺。哦。本片人聽到，敢有迄個感覺。哦。挺好啊，挺好啊。對啊。每一種練習。對啊，咩目標去哈，一條路。希望充滿客家堂啊！冇錯哈。不管神經樣板啊，但是至少還發揚到客家文化、客家歌曲啊。歌曲上來就動聽誒。真係哈。歌留下來喊下聽。我已經留一個禮拜、3禮拜哈。3禮拜了啊。繼續留下來，繼續留下來。好了，好了。唐先生公平，強風雨先生。呢首歌曲哦，係較強快嘅，你先講解歌詞哦。比方講T 邊嘅 A 段的部分，行到三言行，三啊，客家話用版個三。但是呢，你在唱歌的時候，你都唱行到三，你都把它變成三副嘅三誒。嗰時候呢，喺歌詞哦，你可以一句一句念。哦，而了解佢嘅歌詞發音，冇會影響你嘅意思哦。我們是舉這個例子啦，哈。因為那首歌叫佢非常強快，嗰時候呢，你唱歌，你嘅身體的律動，我覺得稍微少了一點點，你沒有放開來。嗰時候從頭到尾啊，彈起來都會較平，就是沒有。強弱的一個起伏，尤其在副歌的時候，拉嗦拉哆拉哆，它有切分音，你也沒有表現出來，就是在張茶愛茶嘅兩片輪入隔一心，這種感覺你沒有出來。還有呢，後面哦。去年講到你還蠻提起，講佢冇偏見，勇敢散啊，這種感覺沒有。我覺得你可以唱得更活潑一些啊。所以這首歌曲呢，你可以表現得更好，只是你沒有放開來。還有你的笑容很漂亮，我覺得你要多笑，但是那個笑容呢，能夠融入在你的歌詞還有你的情緒裡面，我覺得會更棒。你自己看你的畫面就知道了，你就是太平了，完全沒有太大的起伏。加油哦！好，天天有笑容哈，這個幸福下次找一下林佩萱的版本出來看一下。Balance 啊，沒有黑你兄弟啊，他 over， 他 balance 就好。他那個是很熱。頭大發肩，還要跪地啊！對呀，那已經瘋掉了。就一吸吸的就好了，大概10%就好了。還沒走的，可是我今天穿這個，我實在是怕跟掉。來一次，你要走的來。你沒走的了？走的了。來。好，來喲。你馬塔發肩，行到3言行，滿山嘅茶頭樹啊，紅紅青春明。還有做什麼？夢青山有用好嗎？剛剛應該這樣的。對呀。你剛太矜持了啦，可以再活潑一點，就說你台灣太不熟，這樣還不夠，還可以更好，還要再 over， 好，還要更好，好不好？好，我下次穿歌的味道沒？走的，好了，看分數了，看一下分數哈，好，看一下平淡的唱法一朵分了。陳又先給分數，來，哎呦，中的啦，聽我啊。就是閃掉你。哎呀，你剛剛要是真的這樣唱，你可能91。可能95哎，對啊。好嘞，好啦，什麼又先了好，下次哈，如果看歌詞哦，像樣板的表現，好不好？活潑的就活潑一點，哈，放開它。好，韓子生。好來，沙落，沙落喺老小董帶來客家真情。好來，等個啦。
情，不分错缺，一视同仁，就在此上天，永永远远都配爱可亲，以爱关心你，望大家同一条心。国文没听过咩安尼哈个种经典的歌曲啊，对啊，个前奏一出来就哎呀，就非常的响应啊，哎呀，唱得没好，唱得也好啊，还要再学习。唔系请好学习啦，系嘛，蛮难学习。哦，真的呀，系啊，哦，这个唔单唱在唱歌、说唱艺术那些都有学习。哦，学无止境就唱的。对，我虽然说很喜欢唱歌，但是我最喜欢学的就是我没有学过的东西。哪个东西？就像说，施工所有举办说什么啊，有可以报名的啦，我就赶快去报名。哦。然后就去卡位，然后就像说是那个谢小林教口说艺术啦，打响板啦，打响板啦。哦。还有教你做戏，还有教戏曲。哦，所以反正有关有客家的。对。相关那个的，对。还有我有去上一个钟老师的课程，他是讲一些谚语哈，然后就是客家的猜谜，师傅发给的，对，然后又手做一些客家那个扇子有没有？那个选举的扇子不要浪费哈，拿来缝补，又是一个扇子，又很漂亮。哦，做发布的当红啊用。操，随便你家里什么布了，它不是一定要你花布了，就是说你家里的只要比较好的布就可以拿来做。就是废物利用就抄给他。哇，生活很充实呢。对呀。然后谢小林老师又带我们唱了一首那个马来西亚的客家歌。他带你唱啊？带我们带你们唱，我们就是不要这样，要歌星证哎，小林老师哎，不是会口说艺术而已吗？还会唱。你公公去多拜嘞，他有歌星证。歌星证是。然后我学了很多课程，然后我们的理事长就是拜托我，也是不是拜托了，就是说啊，秀东你学了那么多课程哦。我们的关怀据点跟老人家分享，好吗？我就是就是有上10堂课跟老人家分享这些，就是私下教他们唱客家歌了。其实我是没有资格啦，就是说他就说你不错了，同乐分享而已，这样。听阿磊，你要听他教，还有讲谚语，客家的谚语，客家的一些俚语啦，客家的猜谜。哇，很有趣哎！团练听冲，团练听冲清气氛，系嘛？讲一招本堂了嘛？元宵节来了哈。讲较简单的吼。6是少一点，6哎呀6，英语3是6点，6少一点，6是少一点，就18，嘿，18，没8。6是少1个点嘛，就存8啊。哦，少1个点就是8。少1老点就存8。哦，这么简单我们都猜不出来。这应该是脑筋急转弯了吧？对啊。
好了，哦，都这样的贡献了，马来西亚专业户啊，还是连陈明义先生，对，有连结的啊，对，秀东姐，谢谢，那么好笑吗？共发，手动有力量，所以你嘅身体应该动好。冇好，请讲啦，好吧，那就是因为我知道头先动到嘅唱歌嘅人哦，可能他的声音有时候会练习太多，有点沙沙的。不过秀东姐嘅声音，我知道冲起来动好，音质很好。谢谢老师，什么老师？转音嘅地方也动好。那还有我知道你唱歌嘅尾音可以再稍微拉好一点。尾音的部分你都得有一些转换，譬如讲尾音可以飞out，好，可以慢慢变小声，还有可能慢慢变小声之后，然后慢慢的做一个抖动，好，你之后再去想一下，的尾音对于一首歌可以懂重要给，就是收尾嘛，看怎么收尾。那你这在冲我知道懂下请呀3个字，你可以冲有一些的分离感。冬夏情，情，哎呦，亚洲的有听一段，可能第一段可以这样唱，可以第2段可以做一个比较连接感，因为这个歌词很温暖的感觉。你这里去想一下，这里用那个声音去呈现每一个歌词安样。最面上就第后背有比较声音想要推进比较大，你的力量有力量，不过我知道这个用力的地方有时候会不小心忘记，可能这个肚脐下面，你再从那边推出去，你的嗓音会更有力量。丹田力，其他都懂后。什么老师？因为今天这一拜的比赛时间，他哎呦，对他的音色特别的惊艳，然后他唱歌懂稳，给他米音哦，就也不会抖，也不会什么，然后就是平平的这样子，稳，但是就没有飞out，飞到，我觉得，对，这也是一个方式，另外一种方式。要么阿不转呢，那没种方式啊。青头风式，请个注意哈，别向欣赏搞咩唔怕。来看一下分数，来看一下罗秀栋嘅分数。什么老师？62分，做你滑了，冇问题啊。哎呀，但是要加油哦。真的，你中国部分做得唱高欣赏一下，用版做得卡。技巧更好，较好对，较有感情对，好嘛好，加油！什么老师？哈，来，好，撒好了米面炸来，李彦鹏大蕊故事里，好了。都给书本下，都给你念，都给天色。当红给月亮一给消灭，都给树和糖，都给故事，都给天阳地，都给月亮一给灭，内心起立又强。因为了着广告本太个心胸险，因后的故事里就会流到安然。太个天数天高，来了看个冲，用出了。
枪。哎呀，未免走，又唱偶像的歌了啊，超。你偶像也不少嘞。好多。哦，你刚第一个音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苏打绿。真的吗？对啊，有上线不能就有些对啊，有个七把胸，有个清风的感觉，自己讲七把胸，自己讲，有自信啊，很好啊。你音域有没有他那么高？没有。清风应该有他高，他优一些嘞。他有很多很高，真的唱不到的地方。对啊，你是说他自己唱不到？不是我唱不到的地方，当然是我啊。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他不会这样唱歌，你不要用老派准音，老派抖音没有。那里白歌。你这样，他没有断音的好不好？白鸽，哎呦，真的好，真的很滑的好不好？我太厉害了，我们都修得很滑，没有啦。哎呀，听说很喜欢佳慧姐啊。啊，错，松强雄的哈。因为松柏嗰時發準新嘛，又過嚟留營養費，啱啱就提佢咧後背留養，啱就有結束以後，啱就同佢翕相。看到巨星本人。對啊，因為而家係隔壁總條嘅自攀關係，因為而家連龍人嘛，啱啱元旦提做田豆胎啊，連龍係做田嘅隔壁鄉。哦。走過去好像有點關係這樣子，就在屏東人看到，哎，還是潮州高中的學姐。哦，真的哦，還有沒有其他關係要蹭？應該沒了。不會同一個幼稚園吧？沒了。你看最主要就是說，你來到這個節目，然後剛好就有可以碰到，超是很好的一個緣分啊！哎呀，發行儀嘅行儀專輯。對呀，要不然一輩子也碰不到啊。真的呀。來做天台節目嘅時間，每次從標記嘅講。哦啊，真嘅。你有標眼嘅嗎？有啊。哦，你有本來穿60K 哦。哎，走。謝謝。呀，他做的標的蠻高呀。我做的啦。芭蕾。好。我剛想說你應該是不缺這個錢吧？沒啦，延長一下啦。不是缺不缺錢的問題。你不要看不起60塊。我缺很多人。分享，好，沒問題，好吧，不用。我們也來拍個抖音幫羅哥宣傳。哎呦，拍抖音不要找我。哎，同講，調下嘅羅哥啲收聽來下，應該就要幫你拍起來。哦，因為羅哥剛開一包科學麵，掉整地都是。去趕緊拿手把收聽來。心酸畫面流出。我突然覺得那個老人掃地的感覺好溫馨。你是覺得溫馨還是心酸？我是覺得溫馨。溫馨。而且又羅哥，如果加上你那個芭蕾，然後一直重複放這樣子，會紅哎。那吃的會紅呢。100萬流量。那你等下再掃。等下把這邊弄髒一點，再讓羅哥掃。再一包科學麵呢？哎，在家裡都是我在打掃的。真的。是啊。對啊，男人打掃身體會健康嘛，對不對？你一直有在動嘛。嘉修老師有在家裡打掃嗎？沒有，我家裡也有錄音室啊，什麼的。哦，青銅梯風會飆啊！哦。因為哦，我真的對彥峰來講哦，我是在講，因為真的要好好的誇你一下。因為是在講，從以前到現在，每次我都會給他一些批評啊什麼，因為我總覺得這孩子他很有潛力，可以發展很多東西哦。我條哥，我一直感覺就他總是太放了，底恩用蠻熟哦。我給我一下說過，把我嚇一跳了，因為條哥唱真假音的分辨啊，什麼呀的小地方，常常會有讓我們挑得到的小毛病。因為講對佢起到親狗，其他哎呦，這上下就感覺哦，很大聲那種感覺哈。所以以前一直希望的那個東西，就今天居然被我們聽到了。因為廖樹國他整個的非常很收斂，然後就而且全部都在假音的那個當中，這樣摸來摸去，真音跟假音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差別。這是一個很高很高的技術哦。當然唯一有一個小地方，就到 gay pen 那個 pen 沒上去了，對不對？自己心裡有數啊。因為了條感覺本太高興修煉，音樂嘅故事裡就會流到給片。不過我是覺得真的是瑕不掩瑜咯。你不，廖樹國對你來，感覺講唯一有一點點小小的希望你以後繼續加油的是，這首歌它因為你用氣的關係，所以它在分段的段落，你還能深一點，就是先想好我這口氣能夠唱到哪裡，而且要它是完整的一個句子，所以講法嘅感覺都那位
断句，然后到多拿 VL， 再多花一点心思再想的话，我想我就可以给你25分了哈。给不虽然有点小缺点，但是呢，刚过讲，以整个的收敛的那个感觉，它又会更上一层楼了哈。所以恭喜燕峰哈，我觉得你又上一层楼哈。我相信上，加油加油加油！太棒了太棒了！因为肯定会跳起来跟警察跟我有个很臭屁，想说我什么时候表现就有到很臭屁。应该有痴心啦。然后想说听到这个词好像有点那个太重了，对，太重了。没有，我想说，是哪里可能太没，我们平常张德光的意思是就是讲那种自信，因为刚刚我讲的臭屁是好的，我是希望他能够比照那种感觉，就是对那个霸气，可以做这种冲口啊，或者是表演，你要上台表演的人本身要有一个真的要有一个臭屁的感觉，要不然为什么你在台上，我在台下？好，就我感觉就我在台上一定有我在台上的道理，各种的霸气。给安德当然就讲得好听一点叫霸气，讲得比较普通一点，大家都能懂，就是臭屁嘛，就是这样。爱听，大家欣赏。舞台上的霸气，对，不然我会带回家，想说我很臭屁吗？他等下又走心，盖棉被那边想说我很臭屁吗？对，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不要走心，对。好，请两位请狗分，邱婷静，邱婷静没这个出来。但某一摆做状。没这叫就是基本呢，94专业户哦。好，来看一下燕峰与爸爸手动李燕峰的分数。疫情前啊，那个土耳其坐热气球，坐个热气球。土耳其唐宫的风景很壮观，天使魔法走唔动。对，冯太太没走唔得。对，冯太太没走唔得。土耳其揣到总个一。好，来看一下燕峰与爸爸手动李燕峰的分数。哇！恭喜哦，66.5分。得差太高，不要欣赏。好，把臭屁的个性收起来，不是？对，让自己更有自信，没错，更霸气。好嘞，恭喜燕峰1面成功，连收3礼拜，恭喜。来到传统组的爆米争霸赛，两海避免在吸管给有成绩。哎呦，他今天穿的滨江民族风，对，强哦，哇，强哦，有奖哦，他很上进呢。真的哈，你是说很轻标的意思呀？讲江头当后可以有一奖，真的懂奖哦，有，本人冇奖吗？本人也奖啊，嘿，冇开眼。好，今天看有一位新的参赛朋友啦，哈，好，欢迎。好，来，比赛之前的介绍呢，金牌嘅评审团哈。好，欢迎。李秋华先生，林占一先生。罗英先生，雷生炯先生，好，四位先生介绍太到，马上进行今日比赛。好，来有请 TV 係花蓮豐年嘅朋友啊，吳桂蓮帶來羅山歌。好，嚟彈我啦。
是，你好，8年来的对啊，对，之前有来过啊。有啊，4年前。4年前吗？按久咧吗？咁要按久？有啦。我都感觉我出2、3禮拜見過唔難咧。咁樣嘅。係啊。可能唔係捱。唔啊，冇唔錯啊。捱有看過。對啊。係啊，可以現的時間啦。哦，可以現。張坤冇結叫啦，可以看冇結叫啦。哦，要4年嚟按久啊。要皮嘅天橋之內。有養咁有冇吧？冇。我之前冇。4年前。你有說是冇？有啦。有說是中央溝通版係啊。哦。花蓮嘅感情全部真好啊。哦。係啊。因為花蓮嘅資源較少啊。我學創山歌可能欣賞要安燕。還有就倆就民族欣賞啊，流行歌嘅就會起司飛欣賞啊。起司飛欣賞，對，會搞更顯得比較主出來。傳統族嘅。傳統族，可能歌嘛，歌嘢哈。按照嚟談好好創一條安尼流行歌曲，可能以後。冇問題，冇問題啊，冇問題。係啊。好。啊，創體嚟談欣賞公平啊，嚟。唱下欣賞。安尼幾年至數先本日天上印象是清定嘅色，笑容清吼。今日大班啊吼。比我以前大班還要發跳，因為我按落咧，按落咧，所以我大班他大班發跳嗰比英國清困難咧，跳南無就查清楚咧，以前那種格格的那種，所以我冇法度唱起來。那個咯，阿馮導啊，吉娜家哈，唉，那個路上歌嚟講啊，係心態啲最難唱嘅嘛。我都只有唱，我都不疾不徐啊。根本因為日本嘅都感覺是講，唔當緊張，上海聊兩首歌啦，佢唱得。所以有唱得，但是冇唱夾。路上歌就慢慢悠悠嘅唱。按人嘅韻腳，不但能夠做得好，咬絲張，還有你氣味較足。但是因為而家條件翻個毛病啊，有冇？上海咧幾首歌又嘅搞得。客家面就一下去就多少有個挑戰啊，嚴肅個票哦，你唱你乜嘅你冇乜嘅穩定都係唔啦，唱歌嘅你最重要穩啊，呢個非常重要啊，強調多嘅時感覺多少有挑戰啊，然之後咧阿鳳嘅料啊，等下多少係指哪嘅料啊，記得就是係話料好就唔好將嘅話料，料得嚇。要嘅客語流行歌嚇，咪去樹園，所以去比較較少啲嘅。所以如果你條件有乜，你用聽到，後尾去你樹園就唔得，唔使緊張嚇。而且要平板嘅時候，咪多少氣會短，成個字咪係嚇，氣要比較好不足。還有你會感覺冇穩定度當多，所以幾首歌嘅聽起來就是冇穩啊。路上歌冇咁簡單唱。慢慢的來，所以你可以大班清定一下，我的笑容可掬啊，你係點清楚？但是你唱歌嘅同時其他部分嘅加講嘅部分，希望客戶係有機會年年叫過關，加油！好，叫我來唱係好緊張啦，係啦，P 一款 P 好啦，係啊，好，嚟看下幾個分數啦，看下吳桂蓮嘅分數。分數啊，我留下來應該較困難啲啦嚇。有些難講。係啊，唔好先坐好啦，先坐好啦，休息下，休息，好，謝謝。好來，撒下來。撒來，入天橋帶來神歌字。嚟唱㗎啦。一层流。
哈，哎，等一下个使用。咱咧因带法莲敢会有出过料啊？有啊有哦，疫情前他接批啦，啊，疫情后都冇死。哦，疫情后都冇死。推荐的地方嘛，南蒙的地方。有哪料？之前就疫情前啊，那个土耳其。哦，做热气球。做个热气球，对。跟你讲，法莲之路也是有诶。跟冇共用哦。冇共用，路也那国际化的。跟冇安泰，跟土耳其做的错是不啷啥呀？是不？哦，去青苔的那种。对。哦，真的啊。土耳其唐宫的风景很壮观。很壮观，很漂亮。这个热气球嘅当过看下来。啊，风景非常强哦，对，那个还能看云溪呢，他把天使魔走唔到。哦，对，冯太太没走唔得。哎，对，冯太太没走唔得。土耳其揣到中国去，揣到那就赚到了，没有了。不是机票钱，这家比过耶。那有可能。讲到出国拢真好料啊。真的呀，蛮耐料哦，对呀，当然，那行啊，不留遗憾嘛，哈。对啊，但是按台湾咩当到好料的地方。台湾咩有真，其实你台湾的风景咩清江。对，花东尤其黑对，还有一些离岛没清江。对呀，但是之前疫情的时间，他刚没有办法，就是报复性消费，在国内消费，那一阵子其实也很好啊。但是疫情一过，他全部出去。因为也玩的差不多啦。就像你看，你下礼拜又要去那个什么泰国，对不对？对啊，我要去录真的大象的声音给这些人听听。有不一样吗？谢谢。有冇不一样吗？来，泰国象，非洲象。差不多。根本就共用哦。好，来，冲特来，冲来公平来。有那种太香的世界啊！听讲哈，你迄法莲的结案吓？对，结案啦哈。啊，头下一只枫叶咩？要盘了。盘了，大摆在咧平时哈看伊3年哈，上次的抽查实在也开啦。按长途的哈，结果唔省的创伊，所以一天尾价格冇有影响到。像今日创的咧哈，4件来去一层风，嘅后摆面上盐嘛，就会漂。我漂起嘅哈就唔稳定。哈，几个司机伫摆拉来出来去，都后摆有较长条嘅。但是呢，今日还是要注意啦，因为哈，唔係講比10天哈，要上飲料的話，還是要比注意，要比穩定啦。好，加油！好，謝謝。來，陳同志啊，好，來，看一下一聽給我嘅分數。好來。做得冇問題，應該留下來做得啊。好 ，OK， 謝謝。蒙聽給我知，可以嗎？來，撒下來啊！撒落去中原現代類平板。當然啦。我嘅媽媽吼叫做世界。世界哇！世界每陣世界來，青色來的嘛。哦，我上一個第7屆。第7個來。按做嘛行會講咯，因頭擺是講哦講唔出來，講唔出來，傳宗接代嘅。你講到第7個魚尾之後，還感情特好，係嘛？還是又是鐵字路口附近的住戶。山高了推。
哥美女好。哦，年纪轻好高哈。好，新好高，用蛮高。这时间啦，没有。新好啊，因为我哋嘅聲音家下全部都個撞下嘛，哈，按佢。有舞堂咧，对吧？我哋吼功课一下，全部是林阿妹，全部是出来，搞捉迷藏啦、躲避球啦，对不对？个踢毽子啦，反正就是太极啊，是哎呀，是多啥东西谈啦。特别细搞的东西。特别是头样用正年轻后搞，特别是沙海马山全部都是。冬天真冬单纯啊。穷下太安哟。对啊。我从年下连沙是冇讲高架，我都当我穿嚟穿衣啊。等下上一轮这些时间情况高。真的。对啊，最快乐的童年。对啊，特别是我看没看到就三合院咩啊，这全部前面都会塞雾呀，对啊，都无糖啊。你要不开咩黑哦？我看特别没钢田啊。哎呀，刚就那个耕者有其田啊，有的是港本配你呢。你本来是地主，后来被征收。对，我阿公，还真的有一摊个高速公路下到12中间有一摊全部牛卡梯。哦，真的哦。全部整熟的啦。哎呦，企业里的国家安置谁？是蒙牙路给他祖先。对，这就对啊，好，所以这个福报就留给我。对，俩安逢的嘛对呀，这些时间都回忆啦。童年回忆是最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时间。对，那个书哈，有条书的动态条，就哎呦，玩来玩去，俺都捉鬼的呀，抓鬼，看谁被抓到就鬼。爬树的，哎呀，穿上穿下，个树的唔会动过，是哎呀，汪啊，所以俺都什么也没空让爬个树的哦，你捉鬼的。哦，很好玩，真的童年真的。回忆起来真的很快乐，真的。但是到后来，俺都就是填埋的，俺都有挽救的，到后来都全部都没联络了，对，就留下回忆。就有一个有钱人，他就是有一天想说，把他的小孩送到那个乡下去玩，对啊，后来他小孩不太想回家。哦，因为他说真的太天然、太漂亮了，太好玩了。对啊，你他说我们家只穷到只剩下钱这样子。哦，不是你家吧？不是。哦。好了，从这里啊，强音欣赏。好，今日院演睇者吼，呢個上映今日非常嘅正當亮，所以都可從你係聽版嘅時節啦，嘅人民喺個反響都當好談，係講真正係幫你建議嘅話就係，你特技嘅數每日嘛吼，不管係從乜嘅事，你全部咪就當當過去，好，所以你可能你會下注意。有隻問題就係平板係會做得，唔過係講從到樓上個，咁樣來看上，有條事吼，可能咬死就會冇按清楚，好，你係我本嘅建議，是冇呢？好，謝謝，安子謝，好，來看分數啦，好，看下總員點嘅分數。哎呀，辛苦分呢，表示辛苦呢，好，赞哦！恭喜，安尼个卫冕者我烦恼哎，我习惯了呀，今天要过一半，对呀，好不好？好，先回座休息，谢谢，好来撒下咯，撒落去连吉雄打落3個字，旁觀啦。
嘿，阿雄哥，哎呦。阿雄哥林老师啊，是，林老师来举下摆笔啊，举下摆更冲更好。哎呀，佮之前呢用的笔准用的书啊，更冲更好，伊参加天窗，伊超级主喊得到第3名，以后就无穷用，很厉害呢。哎，山歌之路大开啊！对啊，现在已经就是老师，真的不止就是在学校教书，现在就退休了。哎呀，他变得好高。唱歌，你讲清华的运动啊？对啊，对，说的对啊，好像是第1名哦。第1名。哎呀，身体要健康的话，第1名是唱歌。笑话好嘞。又准备好了，好，来讲一下，又是合并一个非洲叫食人族的部落哈。有一位酋长，亚来17、18岁咯。有一天，酋长就把儿子叫过来。来呀，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来，今天我带你出去狩猎、打猎。看你有没有中意就把它绑回来杀来吃，算是一个成年礼了。是。然后父子啊就走到外面大马路旁边。他们就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不久看到有一个很瘦弱的女孩子，在马路上走过来。儿子就问他爸爸：“老爸，这个要不要抓？”老爸说：“不要，这个没有什么肉，回去没有什么好吃的。”瘦弱女子不就放他过了。再过不久，有一个比较胖也走过来，亚来有问亚爸讲：“这个有肉可以吧？”亚爸说：“还是不行，这个肥肉太多，吃的胆固醇太多，对身体不好。”还要顾及身体健康。最后来一个很漂亮、婀娜多姿、美丽丰满一个辣妹喊过来，亚来讲：“爸爸，这个可以抓了吧？”爸爸说：“当然要抓。”他这么可惜要抓回去绑来杀来吃哦。爸爸，当然不是，我们抓回去把你妈妈抓杀来吃。随便讲。哎呀，这个故事，然后那个就有点地狱梗的感觉。对啊，那个就变酋长夫人。那都会偷本用的，抓来吃。所以那个，这样我在非洲可能很受欢迎。不受欢迎，因为你的胆固醇会太高。我这种没有，非洲真的喜欢我这种。他已经有减肥了。减肥。哎呀，你看得出来哈，黑毛。他可以连锁骨都做出来。拜托他，只有压我的锁骨。对啊，瘦到连锁骨都有了。真的。好了，昌太了。唱我先生，我先讲先生。启雄先生哦，我们唱歌唱得好，我唱有谈起来讲笑话。今日唱了3个字呢，过路唱起来平顺流畅了哈，因为你的3个字叫唱将的哈。我感觉本身多少只建议哈。第一个客家係短促音哈，唔是來人唱，客家上嚟是好嘞哈。不過今日我感覺你天氣3個嗰度啊，多少你到平常去唱嘅轉腔冇嘛？加低。3個，我在3個會太高了。往當個係來些，也是真貴下嚟講，就是冇人完美啦哈。你也能夠修改那些，你3個字會當好，有機會先加油啊！好，謝謝。來，看一下兩個分數咯，好，看一下林傑雄嘅分數。还能不差哈，不差，有阿伦没问题。这次应该不会那么快就被淘汰了。很低啊，谢谢。小口都在抖准备唱不好听我自己知道。是啊，至少每一集都可以贡献一个笑话。大概唐了翻译啊，对啊，翻译是较多对吧？不一定一定都要听黄色的啊，有时候我们可以听健康一点。多健康的很多，健康的很多。那就麻烦你了哈，提供一下哈。安子生，是某阿勇哥。休息。好嘞，杀下来。杀落去，你嘅 V 面咋仲有真带来平白。来等个啦。
今天好，人字好。冠军歌手的个嗓音就冇同样，那唱歌怎么牛人啊？会牛人嗓有气啊，然後突扯台哈？突扯？你突扯咧？突乜嘢？有唱唔出歌詞嗎？有。哇，真的改。完蛋了！哎呦，哦，頭亂了，跳哪亂睇哎咧？用誒，得失心太重係冇？也係條下糖嘅小口，係好笑咧，本夢詞咧。個自動標語啊，哎呀，用個啥？哇，唔怕至少看有機會留下來。留下來，把下一禮拜再個標準咧。係啊係啊，注意呢。哦，好，一條歌特別有特別獻本乜嘢嘛？哦，本我係媽媽。媽媽，係我係媽媽吼，當辛苦啦，為到強啊到生兒育女哦，先提升哦強快啲，強到世界。世界哇！世界妹就世界來，青色來的嘛？哦，我上一個屆第七屆。第七個來，按做嘛行會講咯，因頭擺是講哦講唔出來，講唔出來，傳宗接代嘅，講到第七個語尾之後，還感情太好，係嘛？還是又是鐵字路口附近的住路？反正又是閒沒事幹就下過去啫，騎下過去就有就有咧，溫度就有咧。時間呢？現在有時間好歇困。錯啊，農忙期搶嚟做事啊，都市人睇則強壯去開檔啦。頭擺什麼就都市寬一咧，後背白一咧，白一個，啊樹又南一咧。按用10天。哦，可能生意都標喺旁邊啊。哎呦 ，My God！ 對啊，很辛苦哦。都市寬的跟冇辦法標嘛。哦。對啊，就同樣嚟做啊。哦，頭擺夫應該很辛苦，真的哦。對，全部讓你苦過了。農業社會整天都辛苦。係啊，但是也唔係也就是喺台灣，他咁樣過到一份氣，一很過係啊，有好食有好物嘅，當然像過年樣嘅啊。係啊，是到當朝嘅嗬。係啊。歡歡喜喜來唱歌啊，有樣嘅節目嘛。地足啦，係啊，地足就會好辛苦，特別獻本媽媽嘅歌。好，安尼來唱聽嚟，唱，小下欣賞。啊哈，啊哈，音樂個走路去。哎呀，佢一個唱唔錯啊，啲啦嗬。三件冇啦，你唱落乜個冇乜個啲。亂掉啦，亂掉啦！我都呀年紀大呢，是當清楚哦。一隻是唔錯，อันนี้是切到俾人結婚上用到。啊，還有第三句，人難合，係難夾一做的，但是唔錯嘅難合，我就唔錯嚟嚇。嚇，合作嘅合，唔係合。哦，你牛市就清明嘅。如果難夾一做，我諗夾唔到啊，未做得。但是人哋講合作嘅合，你裝合唔係裝落合，你做合呢啲合，個形式就唔錯。嗱兩隻是最重要是你冇辣嘅辣，唔啲辣落嚟俾佢哦。唔過你優點就你唱歌當平順，笑容親和，當活台風非常好，所以一唔會講翹當到款啦，啊唔會講翹到冇業位啦。過年要加油，幾好嘅，加油，哦，加油，加油，新聞先生，大爽，因為4禮拜，係啊，殺過一關，如果長條來講，唔過至少要留下來嘅話就很好。對，係主要係機會，係啊，嚇，啊長條來講再個邊啊呢？係啊，哦，唱嚟係清國粉、雲健記，係叫出基本的雲健記，有可能我做講語言咋冇去啊？你我嚟看分數啦，來，好，聽下嚟看總有整個分數。唱的时候彼此看彼此的眼睛嘛。其实我觉得每次看到的时候，自己都很想赶快闪过。这个我有经验的，因为我以前跟对唱人对唱非常多嘛。那像我碰到林淑荣，那怎么办？那牙腿又这样，你看着他唱情歌也不好唱啊，对不对？要怎么克服？怎么会？哪需要？不用，收剪很好啊。要不然就看他额头。用啥？对于宽的时间，看发线。你们要失焦了。看总有整个分数。
水门先生。你那无叫我把无错唔错，应该还没叫我繼續坐下伊啊，哈，唔怕啦。啊，唔怕。好，你嘅雲言記哈，歡迎挑戰成功，感受你嘅 V 面炸爆咪。嚟，V 面炸爆咪啊！農業音樂會啊，今日喺節目當中啊，來自一位新竹嘅客家人，伊也算係客家界非常優質嘅優秀嘅創作歌手。非常哦，因為佢得過金曲獎嘅客語專輯獎，哎呦，還得過金鐘獎嘅類型音樂節目獎。哎呦，雙金哦！雙金啊！厲害啊！唔過佢根本嘅嗬，回歸佢歌手嘅成分，帶來佢新嘅公認嘅狀態咯。先嚟聽佢唱歌啊，等下好好嚟訪問佢啊。好，歡迎一位雙金得主黃子賢。嚟。情的声音落梅西，终极疼爱，孤独都心困难，高浪爱，中太后，日半开始飞呀。To remember vibes from the years, days to years, songs comes and gone. But I never know right away we did. Listen, whisper from far, smells who you are. Rải rào心跳，感有所目呀。The old souls away from the new town, and we got to know how to reload. Let's pass from the ancestors, keep it flow. Hey, know you more. Thành càng nhiều số
开始不一样。送给牛哥，哎，送给我，哎，牛骚，为了你写的嘛，牛骚啊，大牛很骚的意思。那是以前，你还出丑，现在烧不臭了这样，现在是老人骚味了。恭喜！哇，真的什么？哎，你公映的新专辑呢？对哦，提白出公映的专辑。嘿，之前都会团体经过1個時間。上一擺出專輯嘅時間係公映重組嘅專輯係樂團嘅，差不多4年前。4年前啊！哇，哎，闊別4年呢。闊別4年呢，拿到補助再發專輯。沒有補助也是要發，也是差不多嘞，也是要借錢來發啦。這麼棒的音樂人，這個不能埋沒掉了，這個音樂完全不一樣。而且那後面那一段，哎。他可以把這個音樂結合，這個結合你傳統的客家山歌呢，哎，他跟摩通來講啊，唱不出來呢。你看，他都不上心，你看。不是他結合的，讓人家很巧妙，很巧妙。你是完全有融合在一起。他不會說哦，當到創作歌詞哦，佢用客家元素加落去，啊就動清楚。懂清楚啊！但是你看個結合得真的好棒哦。因為我是到你講客家歌曲，當到因問我講，客語冇客家歌曲冇客語咁喊係客家歌曲，所以我係想係轉移遷到你傳統的路門頭。你的 root，就像我們聽那個藍調到節奏藍調，其實節奏藍調到藍調它是一個進程嘛。如果你的路客家的散歌到現代客家歌，我覺得我們就要找一個這個銜接的東西。用白了結合起來。所以應該是去請賴仁正老師為我寫了條羅山歌的歌詞，用回流曲。歌詞係佢填下的，因為過去因一般上講山歌總得用總得用回流通唱，大部分都係自然嘛。我就問賴老師說，賴老師有沒有辦法把海陸的海陸腔寫進山歌裡面？一講走對啦，格律對就可以。我就說那我要寫一個主題，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諧音的人，我是先找到這個 new soul 的英文。念起來跟海陸腔牛騷 new soul 共用哦 new soul， 我就請他真的是氣宣腦創，我是諧音王，我最愛諧音。就請賴老師就請那個賴仁正老師幫我寫了這個山歌歌詞，但是我要自己消化它，重新唱過去，變成我自己的創作的一部分。所以唱歌方法就改變，不會像說牛有牛摸彈彈，我正想就不行。就我覺得如果進到現代這種比較靈魂樂的，它的吟唱方法應該比較現代的，但是。你客家的散歌最重要是拉哆咪那個移動嘛，就像藍調的那個唱法，他們那種那個對布魯斯那種，我覺得我們的布魯斯就是你的客家散歌。那張雄的莫人公你還衝窮編發青苔呢？哎呀，還沒因為昨天我腸胃炎的關係。沒有，這我就不知道了。腸胃炎可以讓你變瘦，變成 new soul，歌型的問題啦。很輕力會啊。不能做安尼唱，我最近也是因為過年不多嘛，就是剛好沒事就在家裡整理啊。昨天又買了一個藍牙喇叭，然後就放一件比較舊的音樂，就是聽起來就是這種感覺，好舒服，那個 vibe 很好哦，非常舒服。去年還得到廣播的金鐘獎，哎呀，唔單止客家金曲獎，勇勇很厲害嘞。
永远啦，是因为你在东门市场本来转去家乡，想要做一家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就在新竹。我回乡以后，那该东西转去新竹，动都年轻爱做广播节目，那一般都会去广播电台嘛。那我就说啊，我其实很不喜欢录音室很封闭的空间。我说这样好了，我们做一些好玩的。你有幽闭恐惧症？有一点点，就录音室早上进去天是白的，录完一直唱一样的东西，出去天是黑的。哇，这是刚开始在借你那个录音室的时间嘛？工作室一开始这样。你从不会录你吗？真的呀，真的呀。这在新竹市的东门市场。那这是你自己花钱吗？对，我自己花钱盖的。对，录音室。对，也是有便宜的做法这样。可以啦。啊，有做的营运吗？可以。后来我们就可以租给人家当录音室，也有大部分都租给我自己啦，这样。租给我自己录广播节目。可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共伴效应的，因为给他师从，穷给他录，我不知道是你们录音室开始，还是你们整个那个市场里面大家有一个共识。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像文创基地那种感觉。该片本来是有动到的后上音啊，因为东门市场本来才5、60年前是新竹的西门町嘛，后来就没落以后，开始就很多年轻人把那边当成SOHO。去做创意啊、料理啊，所以这几年变成新竹非常的热门的景点，就是大家来新竹玩就会去东门市场。其实你像个特别之前的忠孝东路上面有一个叫阿波罗大厦，现在还在，那个大厦还在，就在那路口那边有一个电台。真的也在那边就现场 open studio， 有抢给种用。像我们出片的时候就会去那边受访，现场受访啊，我一个青岛，就那边游客也很多嘛，因为游客很多，住的人也很多啦。对呀，阿弟都驻足在那边就听你。那有时候比如说吉娜姐有来我们上过我们节目嘛，那吉娜姐在里面受访的时候，就很多人经过说，那个难道是那个闹热打擂台那个吉娜吗？安太巧啊！对，蒙牙用功好不好？拜托一下，就有点有趣啦。后来我们甚至也在那边做售票的演出，因为其实声音很好，像我们之前就邀请客家 any 哈嘎够修了 any 表演那边表演，因为该片球上音动的，所以把客家音乐推到年轻人的社群里面就。相对的一定要在玻璃里面，对，有点像那个荷兰那个红灯区，我们大家在里面表演这样，但是那个声音会很好，因为是录音室的器材嘛，把声音往外送这样。哇，很棒哎，对，青山哎，罗哥如果去的话就包栋了。罗哥来，我怕楼会垮下来，因为太多了。这个亲临现场，在现场听应该是很棒的一个感受哈。赞，嘿啊，那你做广播做按究。你们有做过广播吗？有啊。对，你们俩分享一下，有没有这个广播记忆比较深刻的？你看青岛，嘿啊，因为我俩做的有一集节目同各行各业有关系的。古所谓青岛的某空用周铁路的朋友，他们很多是做就公益啊。然后你侄子我也访过啊。哎呦，真的你也访他？对啊，我本来想说先插歌打诨，就是不务正业各种冯氏魁事嘛。讲 sell 口黄色笑话这样开始，没有，他进来就给我震惊到底。很认真。对啊，骗走我很多眼泪。邱暗勇给我常看到吉娜姐分享那个广播的那个。对，但触及率还是很低。没关系啦，没有像东门市场的这个。东门市场的触及率也是差不多。因为现在平台太多了。我每次做那个广播节目，花出去的钱都比我赚的多。真的。因为来的来宾我要请他们吃饭嘛，因为东门市场很多美食嘛。你怎么没请我？我就喝到一杯咖啡。来的那一天刚好店都没开。真的啊？你是故意邀这一天？你可以有诈骗欣赏嘞。也去啊，很多好朋友，我们 Any 哈盖好朋友吉娜姐啊，环宇广播电台啊，一位老师也去了，像米莎都来过，阿头过反正线上这个客家的一些很棒的音乐，基本上都是对，因为我自己专门就比较擅长是音乐嘛，所以记得来 Any 两片流进的感觉，其实是会从在录音室里面，不是像广播间而已，因为我们有很多器材嘛，吉他，甚至有的人说，我可以不要带吉他用你的嘛，是可以，因为我们那边，然后旁边有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大家一起混的感觉，然后很好，就是 Any 哈嘎任何的夯到后上音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快的方法。行出去啦，第二又公开式的，懂得还有商业，比如银行看到。不要就靠那个 coffee shop 吧，要留下有卖吃的。甜点店也有啦，卖吃的料理啊，牛排。然后他的那个牛排。有 PV 做的嘻哈。对。你一吃东西，孙沙一送给他节目。希望有机会。哎呀，总装备买，总装备买。你去年差不多2年前的时间，你做广播台教都第一东门许昌有一家走进哦的广播节目嘛，所以连泰国的这个乐团来宣传都来我们这边。你在哪里？我在右上角，有没有看到？我跟他们融为一体了，对不对 ？OK。连泰国乐团要走，他们是泰国蛮红的乐团哦。然后跟你提访问的时间用访问机啊？用英文。访问的时间就变动窗，对啊，因为他们讲泰文嘛，然后他们的经纪人又讲英文，翻译完以后，我们又变成中文以后，然后又再把它变成客家话。哇！所以一个句子里面其实要4种语言，那可能就2题就节目就结束了。对，差不多。蛮神奇的，很有趣，这是难忘的经验，蛮难的啦。对啊，会激发嘛，很棒的一个体验。真的，今天好像有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哈。哎呀，是也是我很好的朋友，那个你客家 IU 啊，客家 IU，等一下考他，你迪马上。雨涵，哎呀，你干嘛讲出来？我就是要考他。我想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胸有成竹了。IU 好像这个名称是你取的，对不对？没有，他自己取的。他自己取的。他自己自称是客家 IU，你不怕被 IU 粉打？很多人都会自称自己是客家 IU， 真的哦。对啊，为什么不用别的？还有很多女艺人吗？我可以自称我客家 IU 吗？为什么语塞？我是 OK 啊。你是客家那个什么？好了，谢谢。客家 AI， 客家 AI， AI 也可以啊。AI 是未来的时代趋势。日本有一个胖胖那个叫什么？渡边直美。渡边直美，客家直美。客家直美，你是在骂脏话吗？我是言性伤害。直美。好。好了，有唱到阿 V 客家 IU 嘛？欢迎你嘅。合唱嘛歌曲，你歌曲我就客家千金。客家千金哦。哎呦，新歌的吗？新歌曲没在专辑里面。千金难买，我其实是受到罗哥真的90年代影响，有一首歌叫《休假请你和我爱》。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印象中这个情歌对唱，因为自从我开始写歌以后，我没有写过情歌。这个歌型跟你的这个创意不一样吧？因为我妈每次都说，你可不可以写首歌在闹热打擂台可以给人家唱的？你的歌在闹热打擂台都很难唱这样。她说你可不可以写一首对唱，让人家在闹热打擂台好唱？我说好。不过你爱狗有没有家有你冲啊？对，那个好坏，但是不容易。我都会唱。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唱起来都不太容易。所以写了一个比较可以大家同乐的所以就是很好上手的一首对唱歌曲，是客家千金，很好上手吗？我不相信，很好上口，我要来听看看多好上口，对。
客家什么啊？哎呀，你要自封什么？我客家 AI 换我 AI，我很 AI 哦。哇，陈气不是我自己取的吗？真的没啦，不是吗？现在客家千金了，客家千金，俩爱千金呐。对，因为我想下一条合唱的歌啊，又有唱，还要找那个 IU 呢。因为客家千金这4个字，其实是我市场那边邻居，他专门做一些很有趣的法事。比如说什么前卫乐色啊，然后客家千金，然后他就会做那法式，然后戴在头上这样。俩青都是啊，没有会夹用给夹不用出门啊，卷发卷那个发卷就直接卷的，然后就在路上逛街了。现在是夹2个，夹2个。哎呀，你没有出周边？我有啊，我有抬尬猴，抬尬猴衣服啊，那你客家千金也应该要出一下啊，客家千金之前卖很好啊，那邻居卖的，然后我就想说用这4个字来写一首歌，客家千金听起来有点突兀嘛，可是其实我们客家很多千金啊，哎呀，真的很多千金，但是只是说，怎样会符合这个难买早知道他刚音的静心有没有？我觉得就中间就写了一些词比较有趣的用语啦，比如说我们就2个在像你好周堂的小调，好像在调情啊，欧巴，但是还是用韩文讲欧巴，没有死国故啊这些啊，然后中间就讲一些口号，比如说我如果结婚，我要娶这个客家千金，他跟我说，办婚礼，办婚礼太大怂嘞，只数你也亲了，只收你的钱这样子，只收你的情，不是钱，只收你的情，办婚礼太浪费了。你嘴里讲的跟心里想的可不可以一致？我是说情，只收你的情，不要办婚礼，然后用啊捆腔，办婚礼的钱把它留下来，对，然后一般说孔锵一声饮，没有说孔锵一声饮，孔锵一声饮，两个傻傻2个人笑得多甜这样。笑看人生，傻傻过一生，很棒哎，轻轻松松啦。我吃到人家这个薄脆以后啦，听说会青岛人来对唱，大热唱，没有什么对唱组。对这首歌，而且听起来一个人怎么唱啊？一个人不行，我也是可以啦，把语涵 AI 化。第一个 TP 节目的时间就是可以来对唱。可以，我也是受到罗哥的影响，那就写了这首歌这样。对啊，真的我写的时候真的会一直想到休假掐里火爱。奇怪，真的那个音乐放下去其实是套得进去的。真的。动作不潇洒，实在不应该，其实是可以的，对不对？怎么套？那不然下次小康老师你就做客家千金的时候，你就采谱用那个休假掐里火爱，应该是通的。好音乐都有通行的啦。歌型完全不太一样。你那个感觉好文青，某 Q 用跟编 Q 啊，因为都是其实蛮有趣的那个歌词内容嘛。就像我早期有那时候碰到那个李宗盛。这个也是教父级的人物。没错。他有一天我们在录影的时候，那时候录那个《双星报喜》吧，他就也不熟嘛，就刚好第一次录影碰到，然后就很客气。他说：“其实我有一首歌是照着你那个无言的结局那个想法写的。”我说：“啊，是吗？是哪一首？”他说：“梦醒时分。”因为无言的结局就是梦醒时分的开始。不知道啊，对不对？接续的。可是想象一个画面，比如说像我们2个一起唱歌，我们2个会走那个，就会很像90年代大家唱情歌的时候会这样子，摇摆一下。我们本来不是很擅长的，对。现在感觉还不错啊。我们有练习，练了几年，雨涵也蛮会跳舞。所以本来默契不是很好，对，默契一直都没有很好。其实从录音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点不顺，我拉，对。没有，因为我们都没有对唱过。对，人们改个狗 Q 低度里面没有爱情的，其实都没有。没有吗？没有。真的有。我的其实也没有。真的。这是我第一次。所以你是一点情感面都没有的人。应该说。某 Q 用个情感给部分吧。就是那种男女之间我可能比较弱。对。所以你到现在都还没教你没有弱。有啦。你没有弱。不是，应该说唱出来的方式，我比较少诠释情歌。因为情歌的部分可能也有愤怒的情歌啊，就是骂男朋友的那种。一开始是唱的比较摇滚，雨涵真的唱这个男生要跟他讨好他好像很难，他就凶了这样子。多碰到几个渣男你就会。不要。你说你的部分会卡，对，还有蕊嘞。
就重录，对不对？啊，重录哦，对，你让我们子轩哥多花一次钱？没有，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人是同一个制作人，对，一起嘛，然后一起就录音完的时候，他给我听雨涵录，我说雨涵唱的这个很摇滚哎，真的，那个不够千金，没有调情的感觉，对唱情歌要有一点这样子，用什么 Q 哈就是先 rehearsal 过就对，对，然后我就那一起就说哦，这个我也很不太擅长，三个不太擅长情歌的人要录情歌，那个内心的骚味要出来，好难哦，我觉得甜味啦，关注牛烧的这个封面看一个小时，应该要多听听大家现场录音的状况，才可以被。不也被我烟亲后啊，表示这个默契已经建立起来。是啊，录完之后，其实我们两个对唱的时候有一点也是很难克服，因为对唱的时候有时候彼此看彼此的眼睛嘛。其实我觉得每次看到的时候，自己都很想赶快闪过，因为我们真的太不擅长恋爱是不是？唱情歌，对，我很危险，这样这样太危险了，会被这个我有经验的，因为我以前跟对唱人的对唱的非常多嘛，什么10个女人5个女唱这样子，到处都是。对啊，那像我碰到林淑荣，那怎么办？牙齿又这样，你看着他唱情歌，你不好唱啊，对不对？要怎么克服？怎么会？哪需要？不用，双减很好啊。要不然就看他额头。原来是这样。对，要放空是不是？懂了，这样好多了。你用啥多一块的时间？看发线。你们要失焦啦，就是双眼要失焦的。不要看眼睛，看额头，看眼睛会对笑。懂了，了解了。另外一种乐趣。对啊，哎呦，今天真的难得请到 IU 来，空啊哈装啊，係咪？真的。自然嘅線嘅準時來到你啊，那做得衝2條狗。對呀，再帶來一首好不好？對呀，好啊。下一條帶來嘅歌曲跟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東西有關，跟那個香港港式飲茶有關。所以我寫了一首歌叫《飲茶一絲》。飲茶是廣東話，因為我們講海陸腔就變飲茶嘛，可是飲茶就不是我們要講港式飲茶，那個港式飲茶要講飲茶。對，因為現在的那個港式飲茶都用 QR code 點餐，我就有點生氣。我喜歡的還是那個推餐車，可以選傳統的那個籠用丟的在你桌上那種。那個是一個儀式感啊，我覺得現在生活裡面有很多儀式感都消亡了，就是時代越進步，讓人家珍惜懷念的東西越來越少了，對，沒有辦法。可是現在蠻多新舊結合的，就求你們黑暗有，對，慢慢的有那種復古風出來。就像剛剛那第一首，這種結合的真的好棒，真的棒，太屌了，真的。讚後堂。對，一沙下來一條，咁嚟飲茶一絲啊，我哋彈翻啦嚇。初夏先來一杯茶，香香有了馬里香，最愛嘅異時間，思春的留下，看條道亮着，一隻手機該扣你。所以嘅改變，愛嘅異常，無奈點多改點心茶。你講你係時代變化，因為路只為走，飲茶只是唔是繞口，唔是繞口。照標無照條，大漢飲茶唔是多法，唔是多法。
见到到两只，伊只想一该扣你，所以的改变，乃该你成。无奈点，都该点心肠。